停止血压，让金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纸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出一个圆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！哎呦呦，老师傅，老师傅，行行好吧，我们当家的好几天没吃没喝了，求求您好心施舍施舍吧。无量天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就只当是做一件好事，积点阴德。那边桌上还有剩饭剩菜，你们赶紧过去吃吧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有东西吃了啊！哎呦，来，当家的，来，吃，真好吃，好吃，快吃！我命苦啊！当家的，你怎么了你啊？这不全是吃的吗？你还命苦啊？这不满桌的饭菜吗？饭菜，除了饭就是菜，这点肉丝都没有。这几天做法会，为了保持对神佛的敬意，大伙都吃斋，没有肉。没有肉，那怎么行？哎呀，没有肉我吃不下饭。你什么你啊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买得起马，你配不起鞍。你既然请别人吃饭，就要有诚意嘛，对不对？没有肉，哎，你手底下不是那么多人吗？你赶紧派人买肉去。我好心给你们吃，你们竟然挑三拣四，还问我要肉吃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些饭菜，我宁可拿去喂狗、喂猪，也不给你们这些人吃。来人呐！来，把他们轰出去！当家的，你什么态度你？岂有此理啊！不让我来，没有肉吃，以后你请我来我都不来。瞧瞧你们这副德行，好手好脚的，硬是上街要饭，你不觉得脸红？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要是有孩子，啊，让你的儿女们看见你们这副模样，以后怎么样抬头做人呐？我好心施舍你们，你们居然还这么不知好歹。你们的儿女们要是知道有你们这样的爹，一定会无地自容，一定会感到羞耻。觉得有你们这样的爹，一定是他们最大的不幸。哼，滚吧！这下好了吧？这一下折腾，别说吃的了，连味儿都闻不着了。当家的，我们上辈子是不是欠你的？你说你要饭吃还挑三拣四，吃什么肉你？当家的，求求你了，就别摆谱了，行不行啊？不，刚才那个老头说的对，
艾迪要是看到我当街要饭，他一定会觉得很难过，他一定会觉得有我这样的爹是他莫大的耻辱。当家的，那你就是宁愿饿死也不去要饭了？当然，有志气，你俩去。好。什么？不过记住啊，剩菜剩饭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，一定得有肉。还想吃肉啊？这是原则问题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做人的原则我不会轻易改变。如果没有肉吃，我宁愿饿死。这些银两够你们吃的吧？师傅，哎，师傅，你是不是也没吃饭？跟我来。好，对。要你们赶紧离开无锡城。为什么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？冬晴姐，我们放心不下你。冬晴姐，我们想帮助你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是想帮我，谈何容易？该想的法子我全都想过了，可是连水路码头都封了，想要出城，比登天还难。一般人当然是不行了，但是你是谁呀？冬晴姐，我有一个妙计。保证你啊，在出关的时候，那些官兵都躲你远远的，绝对没有人敢搜你的身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红花粉，这种东西只要遇见水，就会立刻变成像血一样的。等你出关的时候，只要把它放到嘴里，不就行了？冬晴姐，你放心，我和莹莹保证，平安送你出关。魏姑娘胆识过人啊！你居然敢主动找上门来，不怕我杀了你吗？说老实话，那天你要是杀了我，是死无对证。可是今天就不同了，这光天化日的，有多少人看到我进来了？你说我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？魏姑娘果然不同凡响啊，佩服。那你今天是想？我想跟你商量点事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无锡城上上下下都是你的人。我要是不想死在这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来找你。魏姑娘还是识大体呀。可是依照你现在的处境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就凭我能帮你抓到叶红影和杨冬晴。什么？我这个条件该够资格和你谈谈合作了吧？哼，你不要拿我当3岁的小孩子。叶红影是你的心上人，你现在帮我反过来对付他？哦，你是不是又想出什么新花招来对付本府啊？啊？你可以怀疑我的诚意，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人是会变的。以前我是帮着叶红影，但不表示现在将来我还会继续帮着她。反过来说，以前我是总和你过不去，但也不表示今天明天我还会和你针锋相对。什么？你要我回头再去找那些神棍奇童？三清道观将要举行法会，我听当地的百姓说，法会的当天，信徒会将神像请下，放在神教之内，抬出城外，接受城外的百姓膜拜。我要你去打听清楚，神教确切出城的日子以及时辰。师傅，您这次交代的这个任务，未免有点太难了吧？怎么，你不肯？哎，师傅，不是我们当家的不肯，是他不能。师傅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去那道观，那个老道士给我们饭吃，他嫌人家饭里没有肉，找人家要肉吃，结果就把我们轰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哪敢再去呀？可这是我唯一出城的机会。师傅，您不是在朝廷当官吗？而且我还亲耳听到过那些官兵都叫您千户大人。既然您都是大人，想出城还不容易吗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这次我要是出不了城，就无法证明我的清白。哎，师傅，您怎么了？
您真犯了什么事儿，让官府抓您呢？放屁！怎么跟师傅说话的啊？你懂什么呀？那官场上都是勾心斗角，让师傅这么忠厚老实的人，肯定是被冤枉的。是被冤枉的，是被冤枉的。师傅，您放心，为了证明您是清白的，您的宝贝徒儿我决定豁出去了。我待会儿就去给您打探消息。这次事关重大，绝不能再走漏消息。干什么呢？走，来，过来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啊？哎，包裹里什么东西啊？啊？瞧瞧。来，走。来，走。今天时辰到了啊，不许出城了。哎，老太婆，今天时辰到了，不许出城了。官爷，你行好吧？我老太婆要出城摘草，要救命。哎，说不准就不准，管我去！是血！官爷，我求求你行好吧，我这痨病。痨病！我要是再不吃药，只怕老命就保不住了。我求求你行好吧。哎，走吧。谢谢官爷。站住！我怎么老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官爷，满脸褶子，还有什么吩咐？这手细皮嫩肉的，啊，官爷还有指甲。官爷，来人，抓起来！你们两个都看清楚了？保证不会看错，肯定是醉月楼的莺莺燕燕。哎呀，错不了，我都惦记他们俩多长时间了，人还没了。那冬晴呢？没看见。醉月楼没了，赛花花死了，冬晴一个人会上哪儿去呢？难道他已经出了无锡城？师傅，我知道他没出城，而且我还知道他哪儿都没去。你知道？他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这我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吗？快说。在我家。黑风堂。什么？你说潘汝贞那个狗贼，把莺莺燕燕的尸体吊在大街上示众？对，刚才我去集市里，本来是打探消息，后来却看见莺莺和燕燕的尸体挂在集市上。亲姐，姐姐，这个仇必须要报！你不能急着报这个仇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！你们让我怎么忍？莺莺燕燕是为了我才死的，我怎么能让他们就这么扑尸街头呢？冬青姑娘，你这样去太危险了，要不然就像上次我救你爹一样，我去把他们俩人给背回来。可是俩人我怕背不动嘛。哎呀，马上飞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现在坏人知道了我们在城里，一定会想办法抓我们的。而且坏人知道我们的样子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对呀，我倒是背得动他们，可是上次我把杨大人哭错成了我相公，被那些官兵追杀过，他们也认得我，我去肯定也不行。姐姐，我们不能做白白的牺牲。对，小少爷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小少爷安全的送到袁大将军手里。该想的办法我全都想过了，莺莺燕燕还因此赔上了性命，可我们还是出不去。
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。也许我有办法可以帮上你们。英雄哥哥，鸟人，叶红影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想多杀几个狗贼，给花姨和莺莺燕燕报仇。冬青姑娘，这可是大侠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鸡蛋碰石头可不行啊！姐姐，你别这样，我和英雄哥哥是朋友，他救过我的。任苑，你忘了吗？上次就是他把你交给魏忠贤的，你还差点被活生生剥了皮。可是后来，还是英雄哥哥救了我呀。姐姐，你不是说我病了，还是英雄哥哥给我摘的草药吗？冬青姑娘，这个鸟人虽然我十分讨厌，但是我看他还不算太坏。上次在东林书院，我们被官兵包围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一定跑不出来。你们都别说了，今天我和他之间必须做个了断。你说的没错，你我之间的确有许多无法化解的仇恨，必须做个了断。所以你要活着，好好活下去，把武功练好之后，才能找我报仇。废话少说，动手吧！就算你们一起联手，我不拔剑，你们也杀不了我。反倒是我想取你们的性命，易如反掌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是就事论事，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一样也逃不出去。如今官兵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要是你们继续留在城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若想活命，必须尽快离开无锡城。我死也不会跟你走的。英雄哥哥，你一定是来帮我们的吧？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带我们出城的，对吧？我并不是来帮你们的，而是想帮我自己。帮你自己？那你找我们干嘛呀？哎，我可事先说好啊，我们这儿连男带女都是忠良义士，你是宦官狗贼的手下，我们才懒得理你呢。所谓唇亡齿寒，帮我也等于帮你们自己。我的确有办法可以带你们出城，同时我也可以跟你们一起离开无锡城，洗刷我的不白之躯。我就是死，也不会跟你一起走的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害死你父亲的人是谁吗？除非你不想杀了我，替那些死在我剑下的东林党人报仇。仇我一定会报的。你死了，什么仇都报不了了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冬青姑娘，我觉得这个鸟人说的挺有道理。他如果真想杀咱们，那咱们早死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他挺有诚意，想帮我们的。对呀，姐姐，你就相信英雄哥哥吧，他真的是好人。你们都别再说了。你们不用急着回答我，想通了，凌晨卯时在三清观等我。叶红影，你到底想玩什么把戏？准时赴约。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本姑娘从小锦衣玉食，潘汝贞就拿这些东西应付我。这东西能吃吗？啊！哎呀，干嘛呢你这是？哎，魏姑娘，所谓无功不受禄嘛，啊！你要把答应本府的那件事情办妥了，你就是想吃天上的凤凰，海底的蛟龙，本府也一定会端到你面前的。不过魏姑娘，我想你住在我这儿，不光是为了混两口吃的吧？啊？笑话！我魏芳宗岂是那种低三下四的无赖之辈？当然，魏姑娘是千金大小姐，怎么能是无赖呢？只是你口口声声说要帮助本府捉拿叶红影和杨冬晴那两个反贼，为何迟迟不见你行动呢？潘大人，亏你也是纵横官场多年，见过大风大浪的人，难道连事缓则圆的道理你都不懂？并非本府不懂，实在是我不明白。你一直说要助我一臂之力，为什么不据实相告，将他们的藏身之地告诉本府？你要是不忍心下手，本府我可以亲手代劳啊。并非我对你有所隐瞒，只是目前我确实不知道叶红影、杨冬晴那帮人究竟藏身何处。
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他们藏在哪儿？那你口出狂言，啊，信誓旦旦！我告诉你啊，本府最恨的就是欺骗我的人，你信不信？我拿严刑治你！潘大人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，不过潘大人大可放心，只要你信得过我，就算叶红影、杨冬晴他们再神通广大，也绝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。干什么呢？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带上。小少爷，咱们还是多带点衣服吧，这些就别带了。为什么呀？这都是我的宝贝。这算什么宝贝啊？我到哪再给你做？咱们是逃命，东西越少跑得越快，啊！不行，我说带就得带。任苑，不许耍小孩子脾气。马尚飞说的没错，我们这次出城是冒着生命危险，所以不光是你这些玩具，所有的行李都不许带。啊，连过冬的衣服都不许带？是，不能带。可是我担心。没有可是，多带一件行李就多一份危险和累赘。姐姐，我就带一样东西，一样就够了，就一样，一样都不行。姐姐，如果我们都走了，就剩下花姨的牌位留在这里，她没有人祭拜，会多可怜呀！姐姐，如果花姨没有人祭拜的话，她就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花姨以前那么照顾我，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，我不要花姨变成孤魂野鬼。冬晴，我觉得小少爷说的有道理。小少爷，你教我读书的时候告诉过我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师娘给熊将军当娘子，这么多年也没下个蛋什么的，我估计他们熊家的列祖列宗到阴曹地府也不会饶过他的，肯定到处追杀他。那我师娘不就太惨了？活着没相父，死了还受气。你就让我这当徒弟的尽尽孝心，要不然我这师娘太累了。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那些吃的、喝的、玩的我都可以不要，但是花姨的牌位，你就让我带走吧。我从小就没了爹娘，从来也不知道我爹娘长什么样子。花姨一直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把花姨带走吧，让我把娘带走吧，我求求你了啊！咱们带着花姨一起走。花姨对咱们大伙儿有情有义，可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的恩情。咱们说好，以后无论遇到任何危险，咱们都不丢下花姨，好吗？嗯。杨伯伯，红影来看您了。敬完这杯酒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您的坟前前来祭拜。不过请您放心，红影就是拼了这条性命，也会把冬晴平安地送出城。只是你这杀人魔头一日不除，我爹何以安息？冬晴，你居然还有脸来看我爹！虽然我与杨伯父无师徒之名，但他却是我的启蒙恩师。临行之前，理当来此拜别。既然你还知道我爹是你的启蒙恩师，那你怎么忍心眼睁睁看着他受尽酷刑的折磨，见死不救？就算我爹不是你亲手杀的，你也一定脱不了干系。为什么到了现在，你还不肯告诉我，究竟谁才是凶手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我不想隐瞒什么，但是有些话我绝不能说。你不报仇就算了，
现在居然也不让我为我爹报仇，你欺师灭祖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我之间的确无话可说了。叶红影，尽管我不知道你这次为什么要帮我们离开无锡城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因此而把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等任怨和其他人都安全离开了无锡城，也就是我们做了断的时候。看来我们之间必须决一生死。我等你。不孝女儿来看你，明日我就要护送顾大人的遗孤离开无锡。此次别后，生死未卜。女儿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能再来祭拜爹。如果女儿遇到什么不测，不能再来看望爹爹，还望爹爹原谅女儿的不孝。冬青姑娘，有件事儿，我想请你帮帮我。我知道你们不肯原谅我，但是就算是我千错万错，那我毕竟是艾弟的亲爹呀。这次马上非要随着你们出城，我们家艾弟肯定是死活要跟着去。他这一走，我这个做爹的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再见到他。人心毕竟是肉长的，就算我是人渣中的人渣，那毕竟我还是个人吧。我是真舍不得我这个女儿。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办得到。办得到，办得到，这件事你一定办得到。我们家艾弟他最听你的。说吧。我想见见艾弟。冬青姐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哎呀，跟我来吧。哼，女儿。艾弟啊，就算你爹他再怎么让人失望，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爹啊。明天我们就要冒死出城了，到时候谁也照顾不了谁，生死难料。你还是快趁现在，赶快跟你爹聊聊吧。别像冬青我似的，我现在想跟我爹说说话，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听我的，别给自己留下太多遗憾。艾迪，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要就想跟我说这个，行，你说完了，我也听完了，走吧。不，女儿，你瞧瞧你爹，几日不见，我是不是都瘦了好几圈了？瘦了？你红光满面的，没觉着你瘦了，你反而胖了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想你想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的。你没发现你爹是不是憔悴了很多，老了很多呀？对呀，你是憔悴了，是老了。你天天上醉月楼喝花酒找女人，你能不老吗？能不憔悴吗？你别把你爹说的乱七八糟的好不好？我以前那些坏毛病，我现在全都改了。再说醉月楼也没了，我上哪儿喝花酒去？对啊，醉月楼是没了，可这无锡城里寻花问柳的地方多的是，没有醉月楼还有别的楼呢。我就不信你能闲得住。艾弟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你爹呢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从我记事起，
你就没有做过一样正经事儿。这次华谊的死，虽然不是你亲手害的，可是你的责任一样不小。我说过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也知道错了，我也愿意道歉，我也有勇气道歉。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道歉有用吗？道歉华谊能活过来吗？好，就算我千错万错，可是我毕竟是你的亲爹呀。以后别再说你是我爹了。别的女儿都把爹当成是自己的骄傲，可我有你这样的爹，我真的觉得很耻辱。艾迪，你是爹的心头肉啊！我求你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要我原谅你很简单，除非你能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可能吗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都不相信，你能相信你自己吗？太难了。艾迪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糊里糊涂的过了大半辈子了，要我彻头彻尾的改变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哼，别说艾迪不相信，就连我自己都不信。师傅，这是我仅剩下的钱了，各地的票号都能兑现，拿着。不，师傅，您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若是没有你，我无论想尽各种办法也出不了城。谢谢，师傅。说句实话，我帮您不是为了钱。您知道吗？刚才您那句谢谢，我听在耳朵里，我有多开心。那是多少金银财宝都换不来的。师傅，只要是您的事儿，我都会尽心尽力的把它办好。谁让您是我的师傅，我一辈子唯一的师傅。不要再叫我师傅了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我的徒弟。为什么？我为你做牛做马做了那么多事情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动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只能说声谢谢。也许我真的不配当您的徒弟。我没有必要回答你。过了明天，你我就分道扬镳，再也不会见面了。你不认我这个徒弟没关系，在我心目当中，你永远是我的师傅。人们都说，只要对你许愿，愿望就可以成真。但是，我现在就是再怎么对你许愿，恐怕都不能实现。为什么和我势不两立的人，偏偏是让我魂牵梦系、久久不能忘怀的那个人呢？冬晴，马少飞，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？明天一早我们还得赶路呢。我知道，外边天凉，看你还没睡，特地给你熬了一碗姜汤，趁热喝了啊。你不需要这么麻烦。
看你说的，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咱们都是在江湖上飘的人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。我不需要人照顾。哎，看你说的，姑娘就是被人疼、被人照顾的。哎，你爹娘也不在了，花姨又走了，我有的时候看你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。说实话，我的心真的挺难受的。我也想被人关心，被人照顾。可是像我这样一个朝廷钦犯，只会连累那些关心我的人和照顾我的人，惹来杀身之祸。我这又何苦呢？我何苦害人？我更不想害人。我不怕连累，我也不怕什么杀身之祸。别说杀一次了，杀我10次我都愿意。冬青姑娘，如果你要愿意的话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你？对，我，当然是我。我知道，我没什么经验，我连小少爷都照顾不好。我试试行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对我的心意，我都能明白。啊？真的吗，冬青姑娘？那个，冬青姑娘，那也就是说，你愿意让我照顾你，关心你？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们彼此关心，互相照顾，是应该的。那这碗汤，我是习武之人，身子骨强。倒是你，别看你这一身肥肉，夜里风寒，你可顶不住。所以这姜汤啊，还是你喝了吧。啊？可是我特意给你熬的，特浓。那我现在再把这碗姜汤转送给你，就当是我的心意。难道你不愿意接受吗？真的呀？你给我什么我都喝。马上飞，我口渴，快给我倒杯水喝！哎，马上飞，你给我倒水给我喝！干什么呀你啊？给我！你去干什么？这汤是冬青姑娘给我的，谁也不许喝，就是你爷爷来了也不行。姐姐，马上飞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？我没跟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我只是跟他说，咱们大伙出门在外，应该彼此关心，彼此照顾。啊？你怎么能跟他说彼此关心、彼此照顾呢？你跟英雄哥哥才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要再胡说，我可生气了啊！再说，我一直都把马上飞当成兄长一样，我跟他这么说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哎呀，姐姐，你把他当成兄长，他可不是这么想的。他对姐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那花花肠子里在想什么，我最清楚了。姐姐，你千万别给他希望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马上飞他心地善良，是个好人，你呀别再胡说八道了。哎，我说你这小脑袋瓜儿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呢？大人的事儿，你一个小孩懂什么呀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懂，我当然懂，你听我说呀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跟你说这么多，真是浪费我的时间。我一定得帮英雄哥哥盯紧马上飞，绝不能让马上飞破坏了英雄哥哥和姐姐的感情。对了，我有办法了！哎呦，不好了，
尚飞要跟别的女人跑了。什么？我相公要跟别的女人跑了？你那个不要脸的臭女人！我给他劈了！哎呀，是我姐姐，冬青姐。嗨，我还以为谁呢？小少爷，请你以后不要开这样的玩笑，谢谢。哎呀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要是你再不想办法的话，那坏事降临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赶快回去睡觉吧，啊，乖。哎呦，我都被星期一出买朋友跑来告诉你这个坏消息，你就不紧张啊？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呀？我相公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给他发一个钉耙吧，他往那儿一站，还以为哟，那不是猪八戒吗？再说了，人家冬青姐可是有心上人的，那个心上人就是我师公叶红影，而且我跟冬青姐情同姐妹，她是不可能勾引我相公的。我姐姐是不会这么想，那马尚飞呢？马尚飞会这么想啊？你想想啊，你比我姐姐长得漂亮吗？那她比我差了一点点。那你书念的比我姐姐多吗？那她还是比我差了一点点。那你武功比我姐姐练得高强吗？那她还是比我差了那么一点点。哼，那我姐姐有什么优点是你没有的？我有的优点吧，她全部都没有；她有的优点吧，我全部都有。那就对了。既然你样样都是优点，马尚飞不喜欢你还喜欢我姐姐，那是为什么呀？而且我早就知道，马尚飞对我姐姐早没安好心了。啊，那小少爷，那我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早就有办法了。你有办法？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小少爷，以后我的幸福可全部都交给你了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，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远方，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，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